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！勇敢是多詞。今日活潑又愛蹦蹦跳跳嘅小松鼠豆豆，同媽媽一齊嚟到森林公園散步。豆豆一邊跑一邊跳，開心得不得了。忽然，佢嚟到一棵又大又高嘅樹下，佢抬頭一睇，忍唔住驚呼：哇！媽媽，你睇下，呢棵樹好高好高啊！豆豆好奇咁問：如果我哋爬上去，係咪可以見到成個森林公園嘅風景㗎？媽媽笑住講：係啊，媽媽細個嗰時都係公公帶我爬上去㗎。聽到呢度，豆豆急不及待咁想睇下風景，於是用力一跳，雙手抓住樹幹，準備往上爬。爬啊爬，爬啊爬，忽然啪一聲，豆豆跣咗落嚟，屁股重重咁坐咗喺地下。哎呀，好痛啊！豆豆低住頭咁講。媽媽走咗過嚟，輕輕摸摸佢個頭，溫柔咁講：豆豆，跌倒唔緊要，我哋可以再試一次㗎。豆豆點點頭，望住嗰棵又高又大嘅樹，佢決定再試一次。一、二、三，我跳！豆豆用力一跳，尾巴一甩，雙手緊緊抓住樹幹，努力咁往上爬。但係就係呢個時候，一陣大風吹過，樹葉沙沙作響，紛紛落下。緊張嘅豆豆手一滑，啾！啪！佢又喺樹上面跌咗落嚟，坐咗喺泥土上面。豆豆眼睛紅紅咁講：好痛啊！我唔想再試啦，我爬唔到上去㗎。呢一次，媽媽冇急住說話，佢先輕輕扶起豆豆，幫佢拍走身上嘅樹葉同泥巴，然後溫柔咁講：豆豆，你啱啱已經比第一次爬得更高啦，跌倒唔緊要，最緊要係你勇敢願意嘗試啊！你已經做得好好啦，不如咁啊，我哋先休息一陣，等一陣媽媽再陪你試一次好冇啊？豆豆抬起頭，望住媽媽溫暖嘅笑容同堅定嘅眼神。過咗一陣，媽媽伸手扶起豆豆，佢就講啦：豆豆，你想唔想同媽媽一齊爬上呢棵大樹，睇下成個森林公園嘅景色啊？媽媽小時候都係公公帶住我，一步一步爬上好高好高嘅大樹，睇過好多好靚嘅風景㗎。諗到可以站在高高嘅地方，見到成個森林，豆豆點點頭，決定再試一次。媽媽鼓勵佢講：好，今次我哋慢慢嚟，雙腳先站穩，集中力量一跳，再用雙手同雙腳抓緊樹幹，用尾巴幫助平衡，一步一步向上爬。媽媽會一直喺你身後陪住你㗎。
豆豆深深吸咗一口氣，跟住媽媽嘅說話再試一次。1、2、3，用力跳！今次豆豆成功跳上咗樹幹，雙手雙腿穩穩抓住，尾巴輕輕擺動保持平衡，然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唔使急㗎，慢慢嚟啊！媽媽喺下邊輕聲咁講。爬啊爬，爬啊爬。呢一次豆豆唔再心急，終於成功爬到樹頂啦！媽媽，你睇下，我上咗嚟啦！豆豆開心咁大叫。佢企喺高高嘅樹枝上，感受涼風吹過面頰，放眼望去，河流、公園、圖書館，仲有花花草草，全部都變得好細，成個森林公園嘅景色都映入眼簾。媽媽都好快爬咗上嚟，坐咗喺佢身邊。豆豆，你做到啦！記住，就算跌倒都唔緊要，最重要嘅係勇敢再試一次。媽媽將豆豆抱入懷裏，輕輕靠住佢個頭。佢哋一齊坐喺高高嘅大樹上，欣賞森林公園嘅美麗景色，仲有溫暖又迷人嘅日落。小朋友，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而家試下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。希望你今晚有一個甜甜嘅美夢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